好，第一步换上围裙。OK， 我们非常贴心，还帮大家准备好了食谱，但是记得限时只有30分钟，计时开始。我们要。胡椒、洋葱这种会切。免切来了，差不多了。市长，你在袖手旁观吗？我做分配任务给他小心手哦，小心手哦。是第一次剁肉吗？对。被发现。不用杀毒，先开住嘛。这鱼面啊，放来我了吧。我觉得我好像看到那个厨神里面的画面，固定一下。哎，市长你要不要？哎，你的队友，这照你讲的，这样先说呀。不咸好了，咸假如就盐要吃少一点。祝福大家，不论身在世界的何处，都平安健康，万事顺利。等到疫情趋缓，都可以恢复交流，一切如昔。当然，新年都要许愿。我希望今年所有的台湾人民都像去年一样团结真有力，我们一起来扭转疫情，扭转乾坤，经济更繁荣，景气更长旺。大家好，今天是小年夜，我要借着这个机会，向台湾人民以及全球各地过农历新年的好朋友拜个早年。去年是辛苦的一年，我记得也是从农历新年开始，疫情陆续扩散，全世界的人们生活都被搅乱了。今年随着全球疫苗的施打率逐渐提高，希望不止台湾生活如常，全世界也可以恢复正常。对于疫苗的取得，我们采取外购与国内研发双轨并行，先取得的疫苗将会让最前线的医护人员和必要人员优先施打，后面陆续到位的疫苗也会逐步规划施打的顺序，让大家都可以受到疫苗的保护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很多在国外的台湾人无法回到台湾过年，也有一些朋友现在还在集中检疫所或防疫旅馆隔离。我要谢谢大家的配合，也要在过年的时候来问候大家，祝福大家不论身在世界的何处，都平安健康，万事顺利。等到疫情趋缓，都可以恢复交流，一切如昔。当然，新年都要许愿。我希望今年所有的台湾人民都像去年一样团结真有力，我们一起来扭转疫情，扭转乾坤，经济更繁荣，景气更长旺。祝大家新年平安，新年平安，客家乡亲新年恭喜，西海太平安。有许多讲粤语的朋友，过去一年谢谢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脸书，我也要请你们相信，民主制度也许不完美，但依然是目前为止人类社会最好的制度。请大家抱持信念，不要放弃，也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平安。最后，祝福全球的华人朋友都有一个美好的农历新年，也祝福全世界的人们新年快乐 ，Happy Lunar New Year。